何謂氣氛？眉頭額角，難道能像亂世佳人？未像無語，心底有雲，凝聚搖撼，就似有風，即將帶來緩慢了的一種快感。夜裏有燈，唇上有感，連場劇吻，毫無疑問就快誕生。一雙友人，全無遺憾，就變戀人。飄忽的愛，平然動心，難道也是純屬氣氛？當青春發亮時，燒滾的雙耳也這麼相似，沒餘力停止，感情何原始？情原來由已珠開始。當青春有限時，怎麼都可以，卻不可報時留戀上次，用來點火般燒到下次。